許多大車邊來看中華職棒味全龍的朱玉賢，將對戰富邦悍將一場就摃兩支出去，第23屆一場上無就摃兩支紅不讓，嘛超過張泰山的紀錄，正做是史上頭一人。右半邊的飛球，說着說着，距離200轟俱樂部又更近了一步。本季的第3發的紅不讓。味全龍朱玉賢面對富邦悍將的比賽，4局下半攻出右外野陽春炮，幫球隊6甲差2分，而且來到8局下半，伊擱在上陣失投球攻出紅不讓。哇！但這個球在右半邊，朱哥單場雙響炮 ，Go！朱玉賢高一場2支紅不讓，幫助球隊以4-4落平分數，而且這已經是伊生涯第23屆高一場上無2支紅不讓，超過森林王子張泰山保持的22屆的紀錄，是聯盟史上第一。今年賽季的第4轟，生涯的188轟。延續這個氣勢，兩隊8局下大拼盤，落尾是以6-4攻贏富邦悍將，摕到聯盟戰績頭名。另外一場台鋼雄鷹甲中信兄弟的對決，兩隊戰到延長賽，10局下半，台鋼一個人出局，3壘有人，詹子佑在關鍵時刻甲隊友平安送回來。這一球接到了正確方向，結果接到了之後，李家宏帶來起跑，比賽結束。詹子佑中外野方向再見安打攻回來1分，幫助台鋼雄鷹以3-2拍贏，摕到 MVP。這是詹子佑生涯第1支再見安打，伊感性表示，這是伊自細漢到大漢拍棒球以來頭一屆體驗到再見安打的滋味。記者綜合報道。